大家好，我係吳依勇。大家好，我係池順剛。陳院長、陳院長，韓國楊祖偉，韓國來自世界各國嘅安度客家現金，大家安坐，大家好。哦，大家早晨有食飽哦。歡迎大家來參加2023全球客家文化會議，也係由客家委員會所主辦的。今日按難得的機會吼，有來自五大族25國超過500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客家先進共下來參加哦。喺會議開始以前，看大家媒體朋友已經準備好，我哋先來大合照哈。請我們各位貴賓，我們可以看向前方，大家就坐定之後哈，也有可能會拍到你哦。作為 M 哈，給馬斯古口罩可以先拿下來，那我們看向前方。也提醒我們第一排的長官貴賓，幫我們把我們的手舉牌舉到我們的胸前的位置。對，胸前。麻煩院長、主委幫我們把這個牌子舉高一點點。因為阿 V 他頭前啊，他唔好翕，我麻煩大家。也提醒大家口罩可以拿下來。好，來，請大家笑眯眯嘅，來看頭前了，笑眯眯的看前面。來，1、2、3，提總。好，還有1、2、3、4、5、6，馬給牙切。好，笑眯眯哦。好，來，我們視線可以看向右手邊一點點，優速片。好，來，我們再一張哦，右手邊一點點，來，1、2、3，一種。好，我們視線轉向我們左手邊一點點，來做數片，來過一種哦，1、2、3。好，神蒙太嘎。好的，多謝。我們也請我們的攝影師可以復位，謝謝。好，也請我們現場所有的攝影媒體們可以回到你們原先的位置，麻煩大家神蒙太嘎按姿勢，謝謝。難得的機會哈，當然一開始就會先大家翕一張相哦，係非常珍貴嘅紀念。因為難得的機會有按多嘅超過530嘅客家先進來到現場哦。2023全球客家文化會議開幕典禮發通開始。Welco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23 Global Hakka Cultural Conference. 首先，因為小姐今日參加嘅貴賓，首先歡迎行政院我們行政院陳建仁院長，歡迎。歡迎院長，請院長跟大家招招手，歡迎。接下來歡迎我們行政院林子倫發言人，歡迎。歡迎。接下來歡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嘅楊崇正主委，歡迎。好，接下來歡迎總統府資政邵新鳳資政，歡迎。歡迎。接下來歡迎嘅係中央通訊社李雲德董事長，歡迎。歡迎。接下來歡迎唐飛正立法委員，歡迎。歡迎。接下來我來歡迎林光華董事長，歡迎。歡迎。接下來歡迎蒼永興教總，歡迎。接下來歡迎嘅係文化部李靜慧政治，歡迎。接下來歡迎朱公鐵副主委，歡迎。歡迎。韓國區議員客家委員會嘅方祖文副主委。神蒙大家，接下來呢，共用歡迎所有來自現場還有海內外嘅貴賓來到現場。接下來，大家有看到啲舞台燈光，有當地認識嘅小朋友已經準備好，會為大家帶來當好聽嘅歌曲咧。佢哋就係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掌聲歡迎佢哋，為大家帶來當好聽嘅開幕演唱。仲還有2條歌，第一條係韓歌，第二條係平板。
水过
十万感谢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为大家带来按好听的歌曲。非常感谢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带来这么美好的演出。好，新年呢唔限走哦，安定一下个哈。非常感谢，也係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呢，係彭美賢團長，嚇，咩係指揮家，而咩係藝術總監，非常感謝彭團長嘅帶領，感謝安度安定一下嘅聲音呢。一個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嗬，係2019年成立嘅哦。一個按度按定陣嘅聲音咧，嗬，大部分係對新北啊、桃中苗地區來參加嘅哦。而呢咩係戰功彪炳嗬，頂上會隨過去表演，唔單唱唱客家歌嘅，還唱幾多語言嘅歌嘅。唔過呢，當然呢，全部係係人哋嘅客家歌嘅嗬。頭都聽到一個韓歌啊，其實係人算主打歌。頭都眼咧看到幾多嘅現金鄉親嗬，會係聽聽唱啊，冇就會拿那嘅一個手機嘅料。其實嗬，你喺 YouTube 前面到他們的 MV 哦嚇，因為有戲邊嘅嗰定陣嘅 MV，大家呢咪做得來隨時嗬來看。我想嘅聽嘅是一個歌詞嘅人嗬，就會了解到一個無論行到哪片嗬，東南西北。經常愛轉嘅行係屋卡，嗬，無論去到哪，屋卡運演喺深度裡，我想咧，一個咩係按照我哋對世界各國來古來嘅多種來嘅客家鄉親，心感到嘅心聲，嗬。好，三下來補充小結一下，行政院蔡文燦副院長來到現場咧，歡迎我們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副院長。歡迎副院長咪來到現場，嗬。當然啦，有2023。全球客家文化會議係我哋全世界最重要嘅客家活動，咩按難得嗬，有按到嘅客家鄉親對世界各國嚟到一隻嘅歸來我哋台灣，多咗嚟我哋台灣，當然也非常感謝客家委員會嘅安排。故所呢，首先我哋會支持來邀請客家委員會楊崇正主任委員來為我哋支持講幾句話，歡迎諸位。歡迎。講法之前我邀請大家再次對客家兒童合唱團嘅下按精彩演出，係咪再過來一拍手鼓勵一下我特別感謝我嘅前任利用在駐粵時代佢聽講為了成立呢隻兒童合唱團按多年下來確實非常的傑出院長、副院長在座所有的好朋友，各界的先進，世界各地來自20個國家500位你嘅鄉親好朋友，來自十方共聚一堂，演都重陽，也係非常好嘅緣分，所以我應該來首先恭喜大家有一樣緣分，共下湊到呢一位我平常講話一般來講冇用草稿啦但是因為院長在這邊，我會有點緊張所以早上還是做了小操所以要根據小操不要這個拖稿太遠2003年陳水扁總統的任內，客家文會就舉辦了第一次的全球客家文化會議。當年會舉辦這樣的一個會議，是因為過去我們的民間長期推動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那政府單位成立之後，我們在思考政府單位應該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那我們在推動全球客家的連結的時候，應該有怎麼樣的一個思維？所以蔡陽派進之下，呢個時間咧有幾個嘅思考嘅方向。我想歸納出來幾個方向，特別來向大家報告，就是全球客家文化會議的3大精神首先呢，就講你過去珍惜水源頭，第二你展望大海洋。過去我們珍惜水源頭，現在我們展望大海洋。飛速過往
伊不杀了係人性非常自然也可貴嘅部分，尤其對於祖先嘅情感，也係珍貴嘅人性。但是另外一方面，追求新嘅天地，展開未來時代有着新嘅發展嘅空間，行向未來。我認為呢也係人類對成長嘅勇氣和動力，也係天公人嘅客家。所以雖然頭留大海洋、窮洋很重要。韓國呢，過去談到客家，你從事講很多千年榕樹一條件，但是你認為講落地生根、開枝散葉，更加係一種非常重要你現在客家人嘅一個功課。也就是講，過去你非常重視客家人內部嘅團結，你靠呢個團結本嘅力量，互相支持，在世界各地嘅發展。但是內部嘅團結當重要，你認為呢下你落腳在世界各國，在自家所屬於嘅國家土地當中，腳下嘅土地養育你，共同生存嘅族群本嚟勇氣，所以讓百姓。你客家人要留在地嘅國家社會團結一致，成為積極參與、有所貢獻嘅公民。你認為呢也非常重要。你來自各地嘅在現場，有偉大嘅馬來西亞公民，有偉大嘅印尼公民，有偉大嘅加美加公民，世界各國都有。你希望咁樣嘅精神在全球客家文化會議當中做到嚟發揮出來。韓國呢過去你展現客家的一致性，過去我們展現客家的一致性，現在我們認為我們更需要發展出客家的多元性。每一個新故鄉本嚟不同的養分，也本嚟新嘅勇氣，你呢共同讓其他族群互相學習、互相支持，得到力量，其他都也係你學習嘅對象。所以客家人在不同的土地當中，因為不同的養分，開出不同的花蕾。呢多元性的發展，對客家來講，就係客家文化永續發展向前行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本客家更加有生命力。呢兩年的會議，本來你有機會飛行20個國家500位鄉親，客家的智慧經驗。各位信任嘅交流，也係非常難得嘅機會。我相信大家互相交流，腦力激盪，本嚟共同有隻勇氣、勇敢航向未來。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平平安安，轉去各國以後，你繼續互相聯聯絡絡，共同航向未來。希望大家安子些。希望感謝用主委嘅支持，有請主委轉到位嘅。多謝主委。接下來呢，如果有請杭志燕、蔡文燦副院長來為我們支持，歡迎鄭副院長。歡迎。今天是全球客家文化會議，那特別謝謝我們行政院陳建仁院長，特別出席。那因為他今天行程有點緊湊，我們掌聲來歡迎我們的陳建仁院長。楊長正主委，還有我們的周江杰副主委，我們前任的主委，現在是中央社的董事長李永德前主委，我們客家的信仰中心義民廟的董事長林光華，我們的思客博的總顧問蕭清煌教授。還有我們湯慧珍委員，還有我們發言人林子倫，在場來自海外以及台灣關心客家文化所有的社團、所有的意見領袖，大家好，大家早。哦。那麼思客博辦66天，那剛好今天的會議是在這個大概一半過後的時間。那當時舉辦思客博是客委會跟桃園市政府合作3年，那才有今天的成果。那當時我們在設想
这个如何让这个年轻的一代认识客家，喜欢客家。那当时我们看到有很多客家的文化活动，那么有很多这个强调客家传统，那强调溯源。那我想，过去我们办的这种活动非常多，地方政府还有客委会，所以当时客家委员会跟桃园市政府还有顾问团的团队就决定用个新的角度，要让大家看见客家丰富而多元的面貌，客家的世界。另外也要看到客家的足迹，走向全球各地，这个能够有这个世界的客家，让大家看到客家文化，那么在每个地方落地生根所展现的生命力跟韧性。所以今天的这个会议的主题叫做落地生根，客家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那以我们世客博的台湾馆来讲，我们展览了16个县市的这个客家文化的特点，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如果是这个世界馆，大概有22个国家，那也有客家的人物志，客家在每个领域、每个产业的发展。所以，今年的世客博的主题叫做客家这个 Travel to Tomorrow， 就是客家天光日的客家，明日的客家，希望能够从现在走到未来。那台湾是客家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 hub。那我们台湾从陈水扁总统执政的第一次开始，有了客家电视台，有了客家委员会。那到了蔡总统执政的时代，有了客家传播基金会，有修改了国家语言法，让客语，台湾客语成为国家语言，让多元文化、多元资产得到法定的地位。那也投入了更多的经费，来让客家文化走入生活，走入产业，让过去的我们所珍惜的，不管是语言、美食、工艺、戏剧、文学，客家的各个层面，都能够成为台湾的重要文化资产。那这个努力是值得的。现在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客家是这么丰富。那这个行政院对客家的重视应该是每年都累加，每年都增加了不少。那我想我自己当桃园市市长8年，最可以感受到这个变化。桃园是一个这个多元族群最好的一个城市。那客家所占的比例也高达40%。那如果我们台湾广义的客家人至少是600万人以上。如果全球的客家人，大概也有8000万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在台湾能够举办客家的文化会议，能够举办世界客家博览会，这真的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成就。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些场馆跟那些活动的内容，是客委会跟桃园市政府这个花了3年才有这个成果。虽然我已经没当市长，那地方也轮替了，但是呢，那个原来的设计就是希望找回那一份文化的价值跟自信，也能够让年轻一代这个真的是透过展览这个喜欢客家。那再一次谢谢大家从海外回来这个参加我们的活动，希望大家看完以后都会有新的诠释这客家勤俭持家，你会发现它是与自然共生，与这个环境共生，那一份坚韧，就地取材，能够生生不息的精神，很多的客家精神，大家可以有新的体会跟诠释。再一次谢谢大家，神蒙台港安之 C， 神蒙行政院副院长苍文灿副院长，非常感谢副院长。唐嘅最後副院長對桃園啊，對客家還係幾有心心心念念愛大家應打廣告問大家愛去世界客家博覽會。按照對世界各國來嘅客家先進，能有去看過嘅冇？
有哦，加迄韩文吼，夹夹去，硬日到12、15，吼，一个世界客家博览会，路汉可以去参观，可以带去参观咯，吼。加接下来，当然就会有请百忙当中还亲自莅临的行政院陈建仁院长，邀请为我们致辞。有请严总。我们大家敬爱的总统府萧执政，我们客委会的杨主委，我们客委会的前主委李前主委，还有也是中央社的董事长，还有我们义民庙的林董事长，还有我们立法院的汤委员，我们行政院自家人我们郑文灿副院长，还有林祖龙发言人。还有在座全球5大洲的各总会的会长大家早安，大家好，台港后。好。今天很高兴受邀来参加2023全国客家文化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还有国内的客家的乡亲们大家都能够团聚在一起，实在是要恭喜大家，这是一个很盛大的聚会，很有意义的聚会。数百年来，客家漂洋过海，足迹遍布全球，品手敌足的在各异地奋斗，渐渐地融入当地的社会，而且占有一席之地。大家的表现相当的杰出。现场有来自25个国家300多位的客家社团的代表，大家千里迢迢来到台湾，我相信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没有忘记自己的根。热爱客家，心系客家，愿意一起来保存，还有发扬客家的文化。我非常感谢许多客家社团长期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推广客家，并且促进台湾跟国际的交流。举个例子来说，美国伊利诺巴特勒市和苗栗市缔结姐妹市12周年，在这个期间，除了积极办理客家活动，巴特勒市更将每年的3月定为台湾客家月，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还有澳洲昆士兰客家会举办的端午龙舟竞赛，被昆士兰省还有布里斯本市政府列为指标性的多元文化的活动之一，也是很棒哦，我们也给他们热烈掌声。那日本关西客家重振会经常受日本相关团体的这个邀请，担任台湾客家饮食文化讲座，宣扬客家文化软实力。巴西客属的重振会也在疫情期间出钱出力，提供弱势族群物资和疫苗施打的协助，展现了客家人乐意捐书的热忱，而且获得圣保罗议会致赠的感谢状。我们也给这2个重振会热烈的掌声。客家的古语呢说“林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这表示说语言是凝聚客家最重要的一个力量。1988年台湾还我母语的运动，就是从我们客家族群率先发起，唤起了政府还有社会开始正视本土的语言，为客家还有其他的族群的运动开启先河。所以客家族群在台湾的多元语言的尊重发展上扮演最重要的一个角色。2001年，台湾成立了中央客家事务专责机关，也就是客委会。那我们历届的这个主委呢，都表现得相当的优异。2003年刚才我们文灿副院长有讲，客家电视台开播。2017年，讲客电台开播，到2018年，客家基本法修正，正式将客语列为国家语言之一。所以现在各位在台湾的大众运输上都可以听到这个客语播报的站名啊，还有各种提醒旅客的这一些播报的消息，还有在政府或者是医院都可以听到讲客语的服务人员。打开电视也有全客语的频道，甚至台湾制作的客语戏剧更在国际影音平台上上架像最近大家都看到的以客语拍摄的台湾电视剧《茶经》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也
借这个机会来学客语，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台湾在客语的发展上，客家文化的发展上是相对的用了很多的心力。那除了完整的客语能力的认证系统以外，培育客语的师资，在大专院校开设客家的课程提供学生来选修以外，也持续用客语的语料收集，还有结合科技开发语音的辨识，来推动客语沉浸化的教学跟文化的保存。希望透过各方面长期的努力，让客语在台湾更有活力，更能够长存。各位呢，都可能已经有参加过世博哈，这是我们郑文灿副院长在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跟客委会一起努力的成果。我们给客委会还有我们郑文灿副院长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那因为呢，这是全世界第一次以客家为主题所举办的国际博览会。除了展示20多国国家的客家多元文化，还有落地生根的故事以外，政府跟民间怎么样来保存、推广客语文化的成果？我在这里也推荐大家要特别去参观台湾馆的双北、台三线、六堆、台九线等14县市的展馆。蔡总统在2016年打造国家级台三线客庄浪漫大道，以台三线各客庄为基础，串联了地景、生态、故事和资源，规划保存客家环境和文化，带动了周遭的客庄的经济还有观光的发展。2020年呢，又再扩大，把这个台三线扩大到南部的六堆，还有东部的台九线，形成了极具台湾特色的客家典范。这些在展览馆都有展出，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观赏，也让我们一起来努力，继续推动台湾客家的发展。我们希望2023全球客家文化会议可以借由各国客家的经验交流，让台湾更贴近全球客家的发展。也期待各位在台湾找到客家原乡的感动，继续携手，让客家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最后，预祝我们的会议顺利圆满成功，也祝福大家身心灵健康、平安喜乐，家庭美满，万事如意。安之 C。谢谢我们行政院陈建仁院长致辞。咩同時因為院長去無限，故所以先離開。沈夢琪，多謝院長，無限和親身來到我哋現場，陪大家支持鼓勵。接下來呢，我同大家上家門一下，用辦上家門呢，因為我哋有25個國家嘅鄉親嘛，咁我哋就想要知，到底哪一個國家鄉親能聽哪呢？故所等一下我們念到您的國家的名字，就做得同大家約束，我哋上家門一下，好冇？好，首先歡迎來自日本的貴賓，日本的貴賓喺哪？ようこそ，歡迎。歡迎。接下來歡迎來自印尼嘅貴賓，Selamat datang，歡迎。印尼的貴賓，嘿。歡迎，接下來歡迎來自柬埔寨嘅貴賓，孫斯瓦貢，歡迎。歡迎，接下來歡迎來自香港嘅貴賓，歡迎。接下來歡迎來自泰國嘅貴賓，印尼東入，歡迎。好，接下來歡迎來自馬來西亞嘅貴賓。Selamat datang，哇，安泰村啊，哇 ，Selamat datang，歡迎。接下來歡迎來自新加坡嘅貴賓，來 welcome，歡迎。接下來歡迎來自越南的貴賓，敲門板，歡迎。大家好，歡迎來自菲律賓嘅貴賓，來自菲律賓的貴賓，馬里卡揚邦達丁，歡迎。接下來歡迎來自紐西蘭的貴賓 ，welcome， 歡迎。Welcome from Maori，right？Welcome。接
三下來自分享來自 Australia 嘅澳大利亞嘅貴賓，哦 ，welcome。接下來分享來自西班牙的貴賓 ，Bienvenido。 Bienvenido， 阿加莎。接下來分享來自 France 法國嘅貴賓 ，Bienvenue。分享。接下來分享來自奧地利嘅貴賓，來自奧地利嘅貴賓 ，Willkommen。 Willkommen。接下來分享來自德國 Germany 嘅貴賓，分享。 Willkommen。接下來分享來自比利時嘅貴賓 ，Welcome。分享。歡迎。接下分享來自南非嘅貴賓，哦，分享。Welcome，分享。接下來分享來自摩里西斯的貴賓 ，Bienvenue。接下分享來自尼加拉瓜嘅貴賓 ，Bienvenido， 阿加莎。好，接下來可以用來自巴西嘅貴賓，來自巴西的貴賓 ，Bom vindo， 分享。接下分享來自巴拉圭嘅貴賓 ，Bienvenido， 分享。接下來分享來自牙買加嘅貴賓 ，Welcome， 分享。Welcome。接下分享來自 Canada 嘅貴賓 ，Welcome。還有來自美國嘅貴賓 ，Welcome。United States， 哇！唔會輸印尼哦。好，同時咧，俾老大家提醒一下，人家擺個行程咧，啲26號嘅時間，每位帶點大家嚟到人家客家博覽會。出嚟空下嚟期待一下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26號可以一起去世界客家博覽會。其實我們原本哈本來係想講，我們要講按到國家嘅分享詞，因為我們講嘅一聽唔標準咩，就應講冇啦，結果效果很好。什麼大家？分享大家來呢，分享。咁三行來哈 ，Angel 來進行開幕公演嘅部分，我們愛公演嘅，嘿。加拿大有呢，剛剛有講 Canada， 再一次介紹，再一擺分享 Canada， 分享 Welcome， 分享。有漏掉哪位嘛？有沒有遺漏掉哪一個國家？都有了嘛？還有漏掉嗎？有漏掉冇？好，冇咧哈。哦，台灣咧哦，台灣哦，台灣咧有冇？耶！不想輸哦。南非嘅咩嚟哈？都有，南非有哈。中下都有手機到咧。大家很不想輸哦，唔想輸哦哈。好，做得好，女工都有。米啥都當重要啊，比到按熱來。嘿，加上下來進行好，我嚟進行嘅開幕公演呢。開幕公演嘅主題係叫咧當前全球客家嘅發展同特色，然後有請開幕公演嘅主持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同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嘅研究員莊維安博士，歡迎莊維安博士。分享。分享大家來參加2023年全球客家文化會議。主持人想講，按到貴賓我記唔得按到啦其實先分享一次但我記得的話，我要再一次分享大家來到台灣我係莊維安我係目前的交通大學服務十分的高興有按樣的榮幸。第一，按創業嘅場合，要按創業嘅演講來介紹今邊嘅演講嘅受審房教書介紹一下受教書。雖然講嘅註冊制度有加嘅簡歷，但是係呢來講一下受教書受指證，其實長期啲中央研究院台灣最好嘅學術單位制度
做学术研究，大量的同道学者做各种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就是客家研究。可能算是20年以前初代台湾的同道的候选人，伫全世界各地作为同道客家研究。近期一期佢演讲，其实同道佢亲自做过田调嘅心得啦，伊係做人講目前小教授喺啲嘅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做講座教授，中央講講座教授啦也大量嘅醫療候選人繼續做客家研究。佢目前係啲主編海外客家研究嘅叢書我哋啲都不看一下有一些出版品，但是可惜一條書冇變到背，喺做地講主辦單位將一條出版品變到背吧係將係海外詳情看得到講台灣客家學者用嚟研究呀海外嘅客家最後客委會長期主動從事客家研究，地度採用學術委員會那小教授也啲擔任呀客委會學術委員會嘅召集人繼續帶領客委會嘅推動客家研究係像藝術將時間講到一條來邀請小教授來演講面前講得講，全世界都有幾多位客家人幾千萬嘅啦等下小教授講，頭擺祖傳的時節講，去最多地方有客家人，也坐飛機嘅咩人講有日頭走到嘅地方就有客家人。從政主委面前講當中要其實人落地生根要開發要落地要生根要落地，其實同採地土地應該一同互動一同變化嘅啦係像大家迫不及待要聽蕭執政的演講啦來熱烈歡迎蕭執政的演講。謝謝謝夢怡。希望總教授嘅介紹讓主任、主委、副主委、前主委、董事長、各位貴賓，對住25屆國家嘅全球嘅客家鄉親，大家好。今日用心來到大家演講，講係按多年來對全球客家嘅研究嘅心得那英文呢唔係我定名英文是主辦單位的承辦單位定的，不見得很正確了正確的應該叫做 Sket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Hakka Global Hakka。那也要證明一下，中文錯了，中文係我寫的。那非常謝謝各位能夠來莅臨。本來今天的這個開幕的演講呢，是楊主委要講，後來因為有一些變化，他就說我先上台，其實他應該他先講然後我來補充我來做注腳。那我先講呢，他明天可以來糾正。看看我講的對不對那首先呢，我們看第一頁我有 PowerPoint， 簡單啦唔係共創主委頭了到都係人家講嘅行政院長頭了他緊張有草草，我有大抄好了，我們來下一頁。我們今天我們是全球客家會議，那另外一個名稱呢？叫做世界客家，多啲咧世界客家，嗱全球客家，有百個冇共樣冇，有百個共樣冇樣咁樣。我們狹義而言呢，所謂當前全球客家族群的組成，包括老華客，都係18世紀由原鄉中國移出去的客家。第二呢，
定名叫做新台客。今年来较多的都会所谓的新台客。1960年、1982年以後，對台灣嘅移出去嘅客家。第三呢，新中客。新中客係乜嘅？都係1980年代自中國，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移出去的客家，叫做新中客。這些定名都是我們學術定名，不是政治定名啊。大概就是我們去研究要區分嘛，因為的確不一樣，來源不一樣，性格也不一樣，他的認同也不一樣，所以我們應該要有所區分。還有再來第四個，可能每堂都有堂識過吼，都係老華客的二次移民，1990年以後，對老華客居各地的再次移民到北美的客家，譬如說Jamaica 移到 Toronto， 移到 Vancouver， 印度移到老華客移到 Toronto 去，這個也有都也有。那麼狹義定義下的全球客家，又叫做全球離散客家啊 ，Global Hakka Diaspora。那這個可以跟全世界其他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叫做 Global Indian Diaspora。現在日本也在開始研究 Japanese Diaspora。現在南韓也有研究學者叫做 Korean Diaspora， 就表示那全世界的移民流動是非常的興盛啊，所以這個 Diaspora 它的個性、它的這個性向、它的這個認同，很值得我們去注意啊。那廣義而言，下一頁，廣義而言呢，則是包括上述中國的老原鄉，公開直接一點，它是老原鄉，還有台灣的新原鄉，大多數的今天來言呢鄉親，他們係新原鄉的客家人，這就是世界的客家，或者是客家的世界。第三，就地理分布而言，不論是廣義或者是狹義定義，全球的客家人遍及5大洲：亞洲、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大洋洲，還有美洲的北美、中美、加勒比海，還有南美，還有南非。有一位鄉親都南非來的，家冇錯嘅。好，還有呢，一共有歐洲，還有非洲，82個國家，有82個國家人會漢人。人口數就要看你多麼的雄心啊！你都雄心很壯大，說人口有1億多，那比較保守一點，我是比較保守，我說至少有6500萬。剛剛是主委還是鄭文燦副院長說8000，他是介於中間的，他是中庸派啊。那麼客家人呢，可以說的確是一個日不落族群啊。Never sun, never set。包括北半球 versus 南半球，東半球 versus 西半球，同樣有漢人，這個不是廣義的客家。好，我們來下一頁。那我接下來就是我們來描述一下當前世界客家、全球客家的現狀，還有他們的特色是什麼。前述提到全球客家、世界客家 World Hakka 和全球客家 Global Hakka 這兩個概念，大致說來，前面這個概念，世界客家是靜態的客家，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所以我們稱它叫世界客家。後者呢，這個全球客家呢，就有一種動態的意思，是包括主觀的意願，他們就正企圖透過各種有意義的連結方式，來建構成為全球化的客家網絡，我們稱它叫做 Global Hakka Network 的趨向。不管客家社團有什麼樣的主觀意願，去建構一個全世界的客家網絡，
客家的现实始终是世界客家只会越来越在地化，越来越本土化，然后越来越多元化跟分殊化。所以世界客家应该说是一个在异中求同的全球客家。换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全球客家，也是一个同中有异的世界客家。那我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分类，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来描述。在全球化客家的背后，有着一群推动客家联结跟网络化的跨国组织，如香港崇正总会、南洋客属总会、世界客属会以及世界台湾客家联合会。此外，全球有132个海外，我们从台湾的观点，我们称它叫海外的客家社团之间，也不时的在进行跨地、跨国、跨区域的交流活动。这个就是全球客家的背后的意义。在跨国组织层次的全球客家网络之下，则是各国各地在个人语言、使用、生活方式、社会习性、文化惯习、国家认同的步步在地化、本土化的现实。也就是说，与客居国家社会文化的融合跟趋向，这个移民的在地化或者叫做本土化和落地生根的动向，是世界的大趋势，阻挡不了，也不应该阻挡。换言之，客家在全世界的在地化，是了解全球客家的共通内在本质跟基础，也是无所不在的下层结构。至于上述的全球网络，则是进一步探讨全球客家的特殊外显现象，也是所谓透过若干特定客家网络、跨国网络交织所成的上层结构。下一页，在地化、本土化存在于全球客家的日常生活领域。我要特别强调，在日常生活领域，每一位我们在世界各地客家，其实都相当的在地化跟客家化，讲的是当地语言，做的是当地生意，跟来往的交流的来往的是隔壁的邻居，包括食衣住行、信仰、认同、结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生活范畴。全球化则出现在哪里呢？在全球客家，但是它不见得天天发生的客家社团组织跟网络行为跟活动，比如说像我们这2天的活动，这就是全球化的活动。这个不是你们在地化的活动，在地化要下礼拜撞天不搞了，都会在地化，就是本土化啊。那今天我们全球化啊，那在地化跟全球化虽然都同时并存发生在全世界的客家，但频率跟意义还是不尽相同。下一页，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下一步我们一步一步的往深去了解哈。我们怎么样理解在地化、本土化？还有呢，我们另外一股力量，我们仍然还是在存在的，寻根跟复振的双重性。第一，在全球客家的在地本土落地生根的大趋势之下，我们仍然可以目睹许多在地客家在个人、家庭、社区跟社团层次上展现族群文化寻根跟复振的觉醒跟行为，像各位能够千里迢迢回到台湾，这就是一种寻根，也是一种复振的行为。简言之，在这个在地融合之余呢，仍然有个人或集体的用心去保存、恢复或者是复振所谓客家文化元素、内涵或者成分，也就是说，企图在日常生活惯习中去尽量记忆、尽量体认、
尽量去实践所谓什么是客家文化，什么是客家的特性，那谁又是客家人的内涵。下一页，这里我们常常讲捏行一模，那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指标去定你什么是行为，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想什么。那 Jessica Liu 她是一个研究全球客家的一个学者，她写了一本书叫做《Global Hakka》，她列了20种标签呐，文化元素。第一，移民经验，大江南北土茫人行人，血缘毫无疑问，客家话语言。那我们台湾就有四海大平安有四海大平安腔。那么建筑。我们的建筑比较简约 ，simplicity。那么饮食客家菜，吃客家菜，含油香素都会用客家的，还有四文四草教育，我们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职业与商业，我们比较重农为主，传统上，现在各位在地大概都是重商了所以我们也变种了。我们的这个职业的性向也改变了。宗教信仰，我们客家人、华人的所有的信仰，我们通通拜，我们没有不拜的。但是我们加上客家人来信比如说台湾的三山国王、义民庙，还有东南亚的太白宫那这是我们加上的来增加我们的认同，作为区隔，也作为整合，也作为融合。社团组织，我们比其他的方言族群，比其他的族群都更重视我们网络。这个是很多福建人、很多广东人说，你们客家人那他得团体我拢无。他说我们重视团结那为什么会团结？那可能这个一言难尽了这个团结背后有很多话，很多辛酸，也有很多喜乐可以说。武术。听说台湾的，比如我不晓得全世界的武术大概就是台湾的武术很重摔，不是打是摔像塞雷切坎，行人呢西罗切坎还有拓荒精神，穷困这过去的经验了且我们不能再念下去，我的演讲就要讲完了。好，这些就是文化标签。那这些标签呢，是说我们还有多少在记得，还有多少在旅行。还有多少在实践？还有我们有没有天天在吃客家菜？还是偶尔才吃客家菜？还是在想象中卧游吃客家菜？这些我们都可以。那另外下一页，还有一个标签，这个是以前的客委会也曾经试图公开所谓的客家元素的基因库，现在已经被客委会废止了这个是可以做参考用参考用，你可以看好像讲吃特别多你看主食、主菜、腌制品、汤品、点心，他们一共有40个是有关吃。这个如果让其他族群的看到，说哇，你们客家人那么爱吃我们客家人的确很重吃很讲究吃是一种说法，说我们很重视民以食为天的基本。还有风俗信仰三山国王、八瓜子、柳、拜新丁、义民信仰忠永宫，还有我们说是否还有我们的山林农业文化植物、建筑空间、生活工艺，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大家都非常乐于这个传颂，就族群的性格，崇尚劳动、忠义刚直、克勤克俭。安讲谨慎，热情好客，慎终追远。那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在看全球客家，我们可以用这个作为指标去测量，到底还有多少的浓度，还有多少的纯度，还有多少的厚度，我们仍然具有这些客家标签、客家元素，还有客家基因。好，下一页。如果进一步去探讨，在世界各地客家人的日常生活经验里，对上述各种
世界客家文化的特征、表前、元素、日常生活的实践，不外乎有4种反应的方式。第一个是延续 （continuity）， 第二个是断裂，就中断了，就没为了啊。第三，重组，新旧融合，我们还新旧融合调试以后新旧融合。第四是创新，那么也就是新传统的创造，新文化元素或者新传统的创造。第五啊，下一页，大致说来呢，我们很客观、很严谨的说，客家族群语言的出现跟出现什么呢？出现延续的挣扎。我特别用这个挣扎跟断裂。挣扎有继续要保留，可是也会不幸也有很多流失。各位在座的可能同忙为共合法，没问题，但是你要下一胎呢，你要生的呢，你要孙的呢，可能就不见得那么乐观了。所以的确我们要注意这个现象。客家族群饮食呈现部分的延续，跟部分的重组跟混合。平常3、2天吃一次，1个礼拜吃一次，或者是在家宴。或者是由客家朋友来，要客家乡亲来，对人哋食客家菜，新菜式啊，或者是当地在地化后的客家餐厅外食，客家信仰呢跟祭典，仍然在不同的世界各地里透过客家的社团，比如说各位的联合会，那么在或者节庆的场合，仍然会在做努力去做重组，或者是混合。或者是创新，来表现前面20种文化内容，还有80种文化的这个元素。至于客家的性格跟精神，则可能仍然要靠上一代向下一代做口头的传送，或记忆式的传承，或者是在会馆，或者是在我们的联合会。或者是我们社团里头有领导阶层不厌其烦的强调跟互相的鼓励来传送。下一页。总的说来，个人日常生活的客家元素恐不讳言的是日渐断裂跟消失，但在通婚日益频繁的趋势下，我们今天就看到好几对是通婚的啊。那么也很可能出现什么？出现另外一种重组混合的双重文化的再现，但是其中有客家的文化，但在集体的客家社团中，则可能仍然在努力去传承、重组跟创新。也就是说，他绝不轻易的去放弃自己身负的客家族群的认同。跟意识。好，最后我们接下来下一页，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用新的视野，有了这样一个客家前面的这样日常生活是越来越比较少客家了，但是在集体生活，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去拥护客家。那这种双重性，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观点去体认？我的标题叫做拥抱客家新族群性的形成。当代族群研究已经逐渐出现所谓的新族群性 （New Ethnicity） 的概念，来综合描述上述在地化 versus 持续文化认同的辩证关系的现象。譬如说 ，Stuart Hall 用新族群性来指称第2代、第3代、第4代英国黑人的混合身份的认同，叫 hybrid identities， 发挥。那另一方面的 Michael Kovacs， 他是美国，则用更细腻的去用新族群性来发挥它的内容，甚至用以下1个积极指标跟6个消极指标来建构。来，下一页，积极指标仍然继续保持他们的族群识别和认同，仍然会说我是汉人，我是汉人啊。第2个消极指标，在我讲说我是汉人背后，他不一定
会说原来的族群母语，或者说他不一定天天都说。第二个呢，他不一定生活在原生族群的次文化当中，他还不一定住在我们客家庄呢，他不一定说客家人通通聚在一起，但是在什么时候见面？在会馆见面，在社团见面。第三，不一定居住在某个密集的原生社区或就是这个区域或社区。第四，不归属具有某种族群特色的组织。不过我们客家，我们有这种组织。不一定，这里都讲不一定，不一定啊，不是说一定，是不一定。不一定会对族群诉求那么样的敏感或做回应。第四，也不会总是在赞扬、夸耀自身的原生国族或者是族群文化，心里很骄傲，但不见得天天在摇旗呐喊。那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一个正面指标，五个消极指标。用浅显下一页，用浅显的话说，新族群性就是族群语言跟文化习性逐渐流失，但族群认同仍然存在，甚至于再起。如果引用这种的描述来看当下全球客家族群文化的特色，恐怕包括台湾在内，都适合用上述定义的新族群性概念来生动的勾勒。对于越来越多在世界各地客家这种可能已经少了客家语言跟文化的习性，但仍然保有客家认同的新生族群现象，我们应该正面、积极的去接纳的态度来看待，而不要以负面、消极跟排斥的态度来面对。下一页，这已是全球少数族群性格跟文化特色的一个大趋势，这是全球趋势。与其哀叹所流失的旧族群性，不如欣赏仍然获得的新族群性，然后以比较包容跟弹性的全球客家交流策略去鼓励全球客家的落地生根现象。我们要鼓励这种落地生根现象，鼓励和协助他们去追求随之而来的公民权，尤其是文化公民权，让他们在地能够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活得更有荣誉感，而进而接纳跟拥抱他们有意识持续和拥有的客家认同跟情怀。好，接下来下一页，我还有14分钟啊。一如上述，全球现在有130，我们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包容的态度、积极的态度，比较多元的态度，去拥抱这些新的客家性。那我们透过交流，然后连接关键客家社团的交流。一如上述，全球现在有132个客家社团组织会馆，遍及全世界，其中亚洲最多啊，包括日本、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菲律宾、越南、港澳，大概有61个社团。其次是美洲，包括北美的美国、加拿大、中南美洲的贝利斯、Costa Rica， 还有刚刚讲这个巴西、巴拉圭等国啊，等等，共50个社团。再次是欧洲，包括西班牙、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一共有12个社团。接着是非洲，包括南非、Mauritius、赖索托，一共有10个社团。最后是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大溪地等国，一共有9个社团，所以我们132个。下一页，我们也知道，目前有几个跨国、跨洲的全球客家网络组织在进行定期
跟不定期的全球客家交流活动。这个交流活动就是维系、促成所谓 Global Hakka， 让世界客家能够变成全球客家啊。以台湾的观点而言，我们应该如何着手跟加强具有台湾立场、台湾视野跟台湾目标的全球客家文化网络呢？这个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公共外交。具体来说，就 public diplomacy。具体来说，这更可以说构成一个崭新的 Hakka diplomacy。所以我觉得客委会可以从这个 public diplomacy 跟 Hakka diplomacy 去想，那或者说我们叫做 Hakka cultural diplomacy 去着手。好，下一页。一项针对东南亚客家社团组织之间的网络交流研究发现，这个是我参与的，还有在座的张维安教授，还有我们几位学术界的朋友，我们一起做的，是针对85个，包括老华客社团78个，跟我们的新台客社团7个，在东南亚的我们研究他们的网络分析。那么前几名占据关键和重要联系位置的老华客组织包括哪些呢？可能各位可能也熟悉，包括马来西亚惠州会馆联合会、新加坡和婆集团、印尼会潮家会团、霹雳嘉应会馆、罗佛州和婆同乡会、越南胡志明重振总会、澳洲纽省客属联合会、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墨尔本客家联谊会。啊，下一页，这个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是你可以看看那个有红点的，就表示它是 hub， 它是 nut， 就是节点，就是大家都跟它来往比较多。好，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政策的意涵了。我们不要通通去找那132个或者80几个，我们就找那些关键的，找关键的点。那红点就是那个。可能看得不太，我也看不太清楚啊。好，那再下一页。那么至于新台客社团当中呢，则应属新加坡、台湾客家同乡联谊会所处的战略位置最为重要。新加坡。此外，亚洲台湾客家联合总会跟印尼台湾客家联合总会也是值得注意的新台客社团。好，请看下一页，也是一样，也是有啊，我们也是有就是他们有多少来往啊，平常有多少交流啊，有没有互通信息啊，有没有合办活动啊，等等等等。好，下一页，这个研究透露什么？客委会自成立以来所陆续推动的海外网络联系业务跟计划，也已经在这个图里头也有客委会。Somewhere, the Hakka Council is there on the map. 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之一。但是我讲的是我们客委会怎么样去往外延伸啊，我们也不要一直吹嘘我们客委会有多伟大。客委会是很重要的。客委会已经也成为全球客家社团跟社团之间联系的必要管道之一，很多也是透过我们客委会再去跟其他的组织连结，或者他们互相连结之后，再向客委会来联系。今后可以持续积极的拓展以台湾为枢纽和中心，也就是 Hub 的全球网络。有效的途径，我建议是先在全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去认定、去 identify 大概30个关键的客家社团，这可能可以包括新台客，也可以包括老华客，并借由他们的网络，去扩散、去传播，来建立有意义、
实质而深入的全球客家交流网络。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客委会去建构我们希望看到的理想的全球客家。那具体的做法更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是可以我们好好想一想的。期间更可以客家新传统的概念。那到底什么是客家新传统？我们去建构，我们去发明，我们去想象，与老华客社团交流。你不要再去讲我们原乡啊怎么样啊，我们的过去传统怎么样呢？我们祖宗怎么样？不，新传统，我们台湾创造出来一个客家新传统，跟老华客来交流，让他们看到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文化多元啊。那么这个可以跟谁区隔？这个可以更进一步跟中国目前一直仍然在推动的原乡连带，它动不动祖先在那里，我们当然不能变啊，祖先永远在那里呀，对不对？还有政治统战，做明显的区隔。我们要用客家新传统去连接我们的跟老华客之间的关系。那再进一步用创新的文化、艺术、音乐手法，跟全球年轻的客家世代做对话交流。我看在座也有好多年轻人，还来自有的哈嘎 rock， 我们跟台湾的哈嘎 rock 可以沟通的很多在地不同的客家音乐工作者，包括牙买加的，还有包括马来西亚的哈。那么这个可以跟他们交流，可以建立我们共同的语言啊，不要老是老人对年轻人讲你们不要忘了祖先呐，不要忘了说我们要记住你，我们要拥抱你，不要老是一天到晚想祖先啊。祖先是不能变的，但子孙是要我们保护的，所以他说祖先不能变，我们当然承认祖先不能变了，祖宗永远在那里。但是呢，我们为子孙的未来，是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呵护、去保护、去培养的。同时呢，我也觉得也要善用社会媒体进行网络连结，以及客家这个中央社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啊，可以进行网络全球网，这个很重要。还有台湾 Plus 啊，那么还有公视也可以做，还有央广都可以做。那么以及以客家学术研究为基础，建立具备发扬全球客家知识体系和文化的领先发言地位。虽然我们做人应该谦虚一点，不过做人也要客观。我坦白说，在全球的客家研究当中，我们台湾的客家研究应该是名列前茅。我们真正是用当代的、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去进行客家研究。东南亚的客家研究是我们台湾的客家研究去刺激出来的，那中国的客家研究是被我们逼出来的。所以它也在统战，所以它的确有这种连带关系，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具有当代社会科学的建构。前天跟昨天我们办了一个 World Congress of Hakka Studies， 那么这个是由 Consortium of Global Hakka Study GHAS 所主办的，这个就是连结我们现在有7个国家，有11个组织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全球客家联盟。那我们还会继续把这个盟友增加。那我们感谢客委会在过去几年的支持，像客委会也是学发会，像我是召集人，我们也是一个组织成员之一。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作为我们客家不但是文化新传统，而且是学术领先的中心。好，最后我很准时啊，还有3分41秒。好，结论怎么说？我承认全球客家的在地化的大趋势，这个不要避免，我们要拥抱它，我们要去接受它。第二个理解全球客家在地化然后文化的寻根附振的双重性，这2个都存在。在地化，我们附振，这个是就像在拔河。第3，要拥抱
全球客家新族群性的形成，不要接受它啊。第四，要连结关键全球客家社团的交流，这个我们可以好好做。第五，就是我最后一段话，打造台湾成为全球客家文化跟学术，甚至于是音乐、流行音乐的枢纽跟中心。好，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心得就到这里结束。希望大家按知识，好啦。希望感谢邵志珍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讲演。多謝邵志珍。接下來我哋有15分鐘嘅歇困，還有茶歇時間。我哋本作兩個部分吼，頭前5排嘅一個貴賓咧，我哋工作人員會對作品好帶人到另外一間去使用茶點啊。我哋5排、第6排後背最有做嘅一貴賓吼，我哋咧茶點係變到後背一睇下做得拿落來食。好，我哋休息15分鐘，再過到轉來哦，多謝大家。希望大家。